大家好，今日我想分享下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嘅培訓。近年嚟，科技罪案嘅比率一直上升，雖然大家防騙意識都有因應提高，但架不住騙徒手法日新月異，從筍工騙局到援交騙案，真係層出不窮嘅騙案手法。因此，我哋喺好多時候都需要停一停、諗一諗，先冇咁容易俾人呃。而此前我都有參加過由網罪科舉辦嘅比賽，但今次嘅培訓令我對新型嘅騙案技巧，例如 Deepfake 有更深嘅認識。等我講下一個有關 Deepfake 嘅有趣事實俾你聽啦。其實 AI 係點樣透過 Deepfake 去偽造我哋嘅聲音呢？其實每個人嘅聲都有獨特嘅聲紋，就好似指紋一樣。AI 係透過分析我哋嘅聲紋入面特定嘅頻率、音色，而去偽造一個好相似嘅聲音，但始終都係做唔到100%一樣。咁樣我哋就可以透過去分析翻個聲紋，去提防騙案。而主辦方所舉辦嘅所有培訓都令我耳目一新。新聞製作、國家安全、預防騙案毒品、防止金融罪案。以上所有嘅項目雖然此前聽過，但可以親身體會，見到真實嘅例子，俾我嘅震撼始終係唔一樣嘅。例如可以親身走入 TVB 觀看製作過程，參訪金管局，聽住督察們、警司們向我哋鄭重警戒，提防受騙、遠離毒品，真係一個好難得嘅經驗。今後我會努力成為一個公民教育專員，多啲向身邊朋友推廣喺培訓中學到嘅嘢，例如媒體素養、提防騙案、遠離毒品、遠離金融罪案。多謝各位。